各位观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運動嘅單元哦，我係溫飛珍，今日同歡喜帶大家共下來運動。愛開始運動以前呢，我哋要先做暖身運動，一下請大家慢慢地放起來，兩隻腳打開來，同我哋肩頭胸仰按開，我哋慢慢地來雙手吸氣。慢慢的往上，很好，再慢慢吐氣，然後再擺吸氣，慢慢吐氣，很好。一下一下的，然後一下的為身體帶起來，從一條線呢，然後要帶上來，慢慢的從下巴，慢慢的往前。慢慢的都停到一到位，肩頭咪變鬆來，要等下繼續頭起哦。好，兩個腳趾頭做得稍微彎一點點，好，然後背囊變鬆來，要等下頭，好，慢慢的變蹦起來，再慢慢的一節一節的變下來，記得要頭起哦，等候哦。好，慢慢的吐氣，做的來發，要的輕量往下，好，不用強鬆，好，再慢慢的兩隻手往外轉動，好，記得呼吸哦，做到等候，好，再慢慢的，也給兩隻手撐到也給腳趾頭，好，慢慢的，然後也得會背弄，再一節一節慢慢地放起來，輕輕到一個肩頭，到一個會降緊，再擺吸氣，要不然我做側面幫大家看哦，慢慢地吐氣，然後一個身體來上來，慢慢地一節一節，然後一個會頸部不用強鬆。肩頭每一節一節的不用強鬆，都一樣的為胸部，再從我們的胸椎慢慢的都一樣的為腰椎，好，兩個手都可以不用強鬆，記得咯，記得頭起哦，等候，再慢慢的下來，都一樣的為背囊，都一樣的為腰骨，再慢慢的下來，不用強鬆。係做得來發腳趾頭微彎一點點，不用強鬆，然後重心都交給地板，係做得來發兩隻手，交叉，好，點頭，要得，接着要得滑手機，要得兩個肩頭動橫，好，搖頭，往左往右搖頭。要慢慢的再變鬆，同樣的位腰椎也得慢慢的放起來，等候哦，做到等候，再一節一節放起來，同樣的肩頭，同樣的位身體打直，好，按你輕動強鬆的動作，同樣的身體不用強鬆，跟樣的基本的暖身就先到呀咯。接着跟着飛珍老師共下繼續來做運動哦。接下來我們要教大家的是核心肌群的穩定，跟我們的臀腿部的強化。好，來，一開始呢，我們用這個波叔的球，你可以去演呢，扮演，都盪狗，手撐在地板上。好，我們先練習穩定性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話呢，我們再把我們的雙手撐上去。好，我們會知道，身體有一個重心在轉換，往左往右。那我們盡量就把它穩定住。好，一開始就先按你練。好，那我們要再加上強化我們的背部跟臀部的肌群了哈。好，如果可以的話呢，一開始先放下來，我們先練習最基本的動作。好，把你的右腳放在正中間，
慢慢把左脚往后伸直，可以的话把它抬起来，然后往下。好，尽量可以的话不碰地。2，非常好，保持你的背部稳定。3，好，抬的高度大概到肩膀的高度就好了。好，不用太多。4，好，记得哦，好，要记得呼吸。5，好，踢6下，非常好。7，8下，踢9下，好，再稳定住。10，好，左腿要得弯脚，好，要胸腰，好，竖撑好来，高仰个脚，好来1，好，慢慢的2，然后哦3、4，非常好。5，要有控制哈，好，慢慢的6、7，好，脚不是好太高，好，稳定住，感觉你的臀大肌。9下，好，臀大肌有感觉。10下，好，按你做太嘞，好，等候哦哈。再来呢，这个呢，好，叫做大腿臀中肌的动作，脚稍微侧抬一下下，然后再慢慢回来。好，这个动作哈不好做啊哈，黑某也总会跳诶，每周会都会面冲当狗哈，踢来下训练一下诶，好，然后把它伸直往上，5，调整呼吸，安尼动有感觉哦哈，整个拉直，侧面抬，把它记得调起。8，调整呼吸。9，非常好。10，好，再弯片。好，弯片没胸用哦，把脚侧抬。好，然后慢慢的收回来，再侧抬，再收回来。3，好，还做的来发，增加难度，伸直。侧抬收回来，5，很好，加油！6，我们的背部跟臀部，7，好，要控制好哦，哈，让个身体莫跌下来哦。8，很好，非常好。9，非常棒。10，很好。啊，做稳听，好，迄动摇呢发，师傅坐下来，不用松一下诶，好，然后好，迄做的呢发呢，哎呀，此刻呢，老娘量级数，不用荡过来，头下也要量级数，不用下坡哟哈，下下不用松来，迄一开始诶，毛问呢发脚，好，你的脚尖可以轻轻的碰着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慢慢脚离开。好哦，那我们再来一次哦，把你的脚往后。哦，这样身体就一直在稳定哦，一直在抓哦，哈，很好，撑住哦。好，这就是本体感觉加上我们的核心在训练的稳定性。等候哦，好，弯脚，好，慢慢的来哦。很好，把你的脚拉长，身体尽量稳定住，非常好。哦，安尼做动好，迄做的咧发呢，哎呀的优数，哎呀的做优脚做数，好，这个是后面的进阶的动作了哈。迄做的咧发张来做，迄做我们等一下做写安尼，好，一步一步来，好。先脚伸直，好，可以的话脚离开，好，第3级可以的话手再伸出去，很好，这不用分成这3个等级，好，这看你做到用的程度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
再增加一下稳定性。好，哎呀的呢，要把哎呀的从膝盖上来，好，在上面，好啊，长凳哦，好，然后呢，两只脚都上来，好，去训练一下，好，压个手，压个脚，好，一开始呢，嘿，做唔得，就用压个两只脚，好，去长凳，好，去稳定住，好，嘿，做得来话呢，慢慢的压个脚离开，好，一样稳定住。你在上面呢，哎呀，都当狗哈，这都要训练你的身体，好，做轻量保持。好，保持都也个球诶，好，很平诶，哎，等好，非常好，好，让你的重心会往左往右，尽量让它平，好，撑住哦，非常好，很厉害哦，没得下去哦，加油哦，非常好。好，也个数哦，都在稳听哦。好，这会往侧面的时候，你就故意把它稳定住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可以的话再增加一点难度。哈，人家的用一只脚都当狗，两只手变成金三角。好，还做的来法，一开始首先，好，两个脚先长凳，好，撑住。好，再弯脚，一样稳定住哦，哈。好，撑住，训练一下你的核心的稳定。哎，等会哦，调整呼吸。如果再可以的话呢，哎呀的，就直接在上面，脚离开，加油哦，撑住。非常好，好，再弯脚，好，慢慢的，轻下个脚趾头，好，冇松快，没做的，慢慢的，然后给用毛巾垫在上面，好，加油，撑好哦，可以试试看，好，让身体的稳定，好，稳定跟我们的本体的感觉。好，要 Q 的时候练到懂抖哦哈，还有我们的核心肌肉群的稳定住哈。好，都太了。好，我们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背部。好，双手屁股往后推，慢慢往后坐，把我们的球往前推。可以的话，两只手肘贴地，让我们整个背放松。一面调整呼吸。好，还做的嘞，把我们的手指头往前延伸，好，往前走3格，好，一样可以的话，手肘再贴地，一面调整呼吸，非常好，感觉整个背部整个臀部都被延展放松，非常好。好，现在慢慢往侧面，把你的双手往左斜前，那你的右手呢，手肘也要贴地哦，让你感觉你整个右边的背部被延展，慢慢放松开来。可以的话，再慢慢手指头往前，还有手肘一样贴地，非常好。感觉整个背部都被延展，放松开来，一面放松，调整呼吸。好，要弯片，往我们的右斜前，好，一样手肘贴地，左手的手肘贴地。好，让我们的左手往右斜前45度，做到等候哦。好，感觉整个我们的左边背部都被延展，还有我们的臀部都被放松，一面调整呼吸，好，非常好，好，慢慢收回来，好，
大家今晡日做到动好哦，哎呀，着今晡日做运动都要到位的。